大家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如果成個宇宙冇人睇緊，佢仲存唔存在呢？唔好急住笑啊！呢個問題唔係哲學家飲醉酒諗出嚟嘅，而係正正嚟自現代物理學，而且仲係量子力學入面最癲、最詭異嘅核心問題之一。觀察者係咪真係決定一切？我哋由一個好簡單嘅畫面開始諗，想像你行入一間房，你一開門見到燈係開住嘅，咁你自然會覺得就算我未入嚟之前，盞燈都一早開咗啦，好合理，係咪？但如果呢個房間唔係普通房間，而係量子世界啦，事情就開始唔對路了。量子力學入面有一個好出名嘅實驗，多數人都聽過個名，但未必真係明。相逢實驗，簡單講，我哋將粒電子一粒一粒射向一塊有兩條縫嘅板，後面再放一塊屏幕。如果你唔觀察電子行邊條縫，結果會出現干涉條紋，即係好似電子同時行過兩條縫，好似波咁。但如果你加個儀器去睇清楚電子究竟行左邊定右邊，奇怪嘅事就發生了，干涉條紋即刻消失，電子好乖咁變返一粒粒子。大家諗下，唔係你用手摸佢，唔係你打佢，你只係睇佢一眼，個世界就變咗，係咪好神奇，定係好恐怖？於是有物理學家開始問一個好大膽嘅問題，究竟係我哋發現咗宇宙嘅狀態，定係我哋嘅觀察創造咗宇宙嘅狀態？換句話講，電子本身係冇決定好自己係波定粒子，直到有一個觀察者出現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開始有啲唔安樂，因為如果呢樣嘢係真，咁即係話世界並唔係一早設定好嘅，而係一個等待被觀看嘅可能性集合。再癲少少，物理學家約翰惠勒提出過一個思想實驗，叫做延遲選擇實驗。意思係你甚至可以喺電子已經行完之後，先決定你要唔要觀察佢，而結果居然顯示你而家嘅選擇好似反過嚟影響咗佢過去嘅行為。聽落好似時光倒流，但實驗數據就真係咁玩。於是惠勒講咗一句好出名嘅說話：冇被觀察嘅現象唔算係現象。換句話講，冇人睇就冇發生。咁問題就嚟啦，如果觀察者咁重要，咁喺人類未出現之前呢？恐龍行緊路嘅時候有冇人睇住？銀河形成嘅時候有冇人記錄？宇宙最初嗰一刻邊個係觀察者？唔通宇宙要等到我哋出現先突然存在？呢個問題連物理學家都開始沉默。有人提出一個答案：宇宙本身就係觀察者，即係話萬物互相觀察，粒子觀察粒子，場觀察場，宇宙自我坍縮、自我確定。聽落好科學，但又好似有啲遠。於是又有人話唔係意識重要，係測量重要。只要有任何物理交互，就算冇人類，狀態都會坍縮。但問題係測量呢個概念本身就好曖昧。點解一個交互就叫做測量？點解嗰一刻世界就要揀一個結果？冇人可以俾到一個完美答案。再行遠一步，哲學就開始入場。如果世界嘅狀態一定要有觀察先確定，咁我哋嘅意識到底係旁觀者定係參與者？我哋係坐喺觀眾席睇戲，定係其實我哋就係戲入面嘅角色？甚至有哲學家話，宇宙唔係一個物件，而係一個過程。佢唔係一直存在，而係不斷被生成。每一次觀察都係一次宇宙更新。所以返去最初嗰個問題，宇宙喺冇人睇嘅時候係乜嘢狀態？可能答案唔係存在或者不存在，而係未決定。就好似一首未播放嘅音樂，一段未讀嘅故事，一個未被問出口嘅問題。而你作為一個觀察者，每一次睇，每一次聽，每一次思考，都喺度參與緊宇宙嘅形成。諗到呢度，你會唔會開始覺得你望住個世界嘅同時，個世界其實都喺望反住你？呢個宇宙可能唔只係存在喺你面前，而係因為你先成為而家呢個樣。